今仔继续来看这个《晚见》杂志，公布着今年县市总体竞争力的排名。这个乌马来串出，由这个新竹市摕到第1名，第2名是台北市，第3名是新北市。那这个苗栗县是来吊车尾。那这个6都当中，台中市的进步上多，为去年的第8名进到今年的第4名。这个基隆市社会福利的项目嘛得到真大的改善，为去年的第16名进到第3名。大家可以看到公园里面的步道的设施，其实这是大树们所决定的一个路线哦。无障碍步道和老人家囡仔伫行真方便，照顾到弱势族群的需求。晚见杂志2020县市总体竞争力，新竹市为去年第2名变成第1名，连续8年冠军的台北市变第2名。这样的一个成果是所有市民在自己的岗位上战战兢兢，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。讲这拢是市民的功劳，排第2名是台北市，第3名是新北市，苗栗县是排上尾名。等收到之后，再依照它里面的内容，我们再来检讨改进。6都内面，台中市进步上济，总体竞争力排行去年是第8名，今年是进步到第4名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我们会继续努力。谢谢。用行动卡拉 OK 结合社区医疗照护后，老大人愿意出门。基隆市伫社会福利的项目为去年第16名，升到今年第3名。总名次为去年吊车尾19名，今麦进步到第14名，表现得到肯定。